歡迎收睇積積嘅教學影片，又嚟到我哋免費圖解資源嘅時間，希望同學咧都有喺先前嘅課堂好好地練習，成功完成到唔同風格嘅積片。咁嚟到第11堂呢，我哋都一齊會去學習睇更多唔同嘅新圖解嘅。咁我哋用嘅針法同平時都係差不多啦，交叉係短針，空心圓形係鎖針，實心黑色點係引拔針。T 字加1點係長針 ，T 字加2點係長針。咁我哋先嚟睇返第一行，圓形開針之後會由鎖針作為第一行嘅起點。第一行規律會係短針5鎖，短針5鎖，按住呢個規律一路完成，最後一個拱形會係短針2鎖，然後長針做返喺短針位置作為一個結束。第二行會由呢一個鎖針開始，跟住係短針4鎖，短針4鎖，短針係會做返喺上一行呢個拱形嘅大窿。咁有同學呢去到第二行會見到，咦，短針同鎖針之間有個引拔針喎，咁到底係點樣做呢？呢個呢係第二行結束位置嘅時候先做㗎，咁所以而家呢，暫時唔需要理會嗰個引拔針，我哋直接短針4鎖作為開始就可以。咁啊，第二行最後就會以4鎖針作結束，跟住係連續2次引拔針，第一次引拔針會對住短針針位。第二次嘅引拔針呢，會做返喺呢個大窿裡面嘅。咁然後第三行啦，第三行會由短針開始，然後係3鎖，3次長針，再嚟3鎖短針，咁樣為之一個規律。喺呢度圖解漏咗第三行嘅一個立針，補返先。係啦，咁啊鎖針開始啊，係鎖短3鎖，然後長針再嚟3鎖短針。以上全部內容都係做喺大窿裡面，跟住直接跨過去下一個大窿位置，短針3鎖，3次嘅長針，然後3鎖短針，都係全部做喺大窿呢個位置。唔需要任何挑線啊、挑針位㗎。咁啊，兜完一圈，最後返嚟結束。咁呢個積片呢係一個花形嚟㗎，總共係有6片嘅花瓣。咁我哋識睇圖解之後呢，就嚟開始今日嘅課堂啦。我哋會由中間圓心部分開始，咁無論係用鎖針嘅開針或者係橫起都冇所謂嘅。好，跟返第一行嘅規律，我哋會先開咗一個鎖針作為立針啦，短5鎖，短5鎖，短5鎖，按住呢個規律一路進行。先開咗一次鎖針，然後係短針，加上記號扣作為標記，然後係5次鎖針，再嚟返去中間開針嗰個圓形嘅位置進行一次短針，咁樣為之完成一個拱形。再次進行5鎖針，然後返去開針嘅位置做一次短針。老師手上咁樣就完成咗2個嘅拱形啦。咁我哋總共呢係會有6次拱形嘅，我哋而家呢第一行先完成呢度6個拱形。咁啊，拱形非常之容易數嘅啫，我哋見到一個個形狀係咁樣升起咗嘅，咁啊為之完成一組嘅內容。咁啊，同學做嘅時候呢，必須數住自己嘅拱形數量係咪正確，如果唔係呢，最後呢就冇辦法完成一個6片花瓣嘅積片啦。咁而家手上呢，仲差最後一個拱形。咁喺最後一個拱形嘅時候，我哋望返圖解係同平時有少少唔同㗎。平時係5個鎖針啦，咁今次會係2鎖針，跟住一個長針作為結束。
咁先做2次鎖針。咁長針落針嘅位置稍後就會喺記號扣呢個針位啦。咁我先將記號扣拆走，長針係翹線穿入針位，將線拉出，每次翹線過2圈，每次再過2圈。咁我哋可以數到第一圈總共係會有6個拱形。而家準備開第2行嘅內容，同樣會由一個鎖針開始，然後呢一個嘅短針呢，都係做返喺個大窿位置㗎。先開一次鎖針，然後大窿做返喺正下方呢一個花瓣，最後完成呢個拱形嘅大窿。咁啊，立即加上記號扣。今行嘅規律係短針4鎖針，然後望住下一個拱形嘅大窿進行一次短針。記住唔需要挑開針位，直接做喺大窿入邊就可以。咁做完呢一圈嘅時候，我哋會發現呢個花瓣形狀嘅織片呢，就會變成一個圓形嘅織片。好，做埋最後呢度4個鎖針啦。剛才講過，第2行會有2次引拔針，第一次係做喺短針度，第二次係做喺大窿度。咁我揾返記號扣嘅針位先做第一次嘅引拔針，然後第二次嘅引拔針會直接做喺大窿位置。咁啊，望返圖解嚟緊，我哋會進入第3行花瓣嘅部分，同樣會先開一次鎖針，然後係短3鎖，3次長針，再嚟3鎖短。先開一次鎖針，然後短針喺返正下方呢個大窿嘅位置，咁先加上記號扣，然後係3鎖針。再嚟長針都係做喺大窿啊，唔需要挑線嘅。長針係先翹2次線，穿入針位將線拉出，每次翹線過2圈，每次再翹線過2圈，然後再翹線過2圈，直到手上嘅鈎針得返1個線圈，為之完成一條長針。咁我再示範多次啦。長針做嘅時候，我哋會先翹2次線，然後入針位將線拉出，每次翹線過2圈，每次翹線過2圈，再翹線過2圈。我哋見到呢已經形成咗2個好長嘅條狀，咁呢2個就係長針啦。根據圖解，我哋會有3次嘅長針，然後係3次鎖針。再嚟返同一位置一次短針作為結束，咁就完成咗一片嘅花瓣。跟住再嚟下一個大窿位置啊，同樣係由短針開始，先做3次鎖針，然後長針。再嚟3次鎖針，喺返同一位置一次短針，咁老師手上呢度就完成咗2片嘅花瓣啦。好，我哋再嚟一次咯，我哋練熟呢一個嘅動作。大窿位置開始一個短針，然後係3鎖針。長針做之前記住要翹2次。每次拉線出嚟，我哋都要放鬆我哋嘅手部，因為長針如果拉得太緊呢，就冇辦法形成到花瓣嘅形狀㗎喇。完成咗3個長針之後，會係3次鎖針，然後喺返同一個針位呢度做返一次短針，咁樣為之完成3個花瓣。
咁我哋而家先完成埋剩返嘅3個花瓣，完成到嚟最後一個花瓣啦。咁我做埋呢個短針，跟住返返去我哋記號扣標記住，即係第一個花瓣第一個短針嘅針位，做返一次引拔針。同樣留返大概1個手指左右長度，將線尾剪斷，線尾喺線圈抽出，稍為用力拉緊。最後都係做返藏線嘅動作，將我哋嘅線尾藏返喺針位之間嘅空隙。稍作整理，我哋就可以將線尾剪斷啦。咁呢個呢，就係由3行嘅內容組成嘅一片嘅花形織片。我希望同學都有順利到完成我哋今次第11堂嘅織片練習作品啦。咁我希望大家越嚟越進步，咁啊多啲練習織出嚟嘅作品就會越嚟越靚啦。咁我哋下堂見，拜拜。